準備時間結束。首先由反方主辯總結，請到台前預備。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今日已經係3月28號，夏天又就嚟到啦。最受歡迎嘅水果當然就係呢個清甜解渴嘅西瓜啦。但可惜嘅係，今日香港本身就係得又乾又酸嘅本地橙，有方同學就話要活化呢一啲嘅橙啦。方法就係將啲橙挖空，留翻個橙皮，填翻啲西瓜肉入去就叫做活化個橙啦，為呢個橙帶嚟更大嘅吸引力。事實上，今日呢個伙伴計劃正正就係做緊以上例子咁樣，將一啲現時吸引力不足嘅歷史建築物強加套新嘅存在價值俾佢哋，將本身嘅歷史價值放棄，加入新穎嘅商業元素，究竟又係唔係保育，係唔係活化呢？凱旋門、大三巴、長城等等呢一啲嘅歷史建築，點解唔需要活化計劃都可以咁受歡迎呢？點解當地政府又唔使佢哋自負盈虧呢？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商業元素同埋文物保育本身係一個對立嘅層面，只有保留文物嘅完整性先至係最吸引，將周邊環境配合起嚟先至係真正嘅活化。但係今日方同學同我哋講，今日會有展覽去介紹呢一啲建築物嘅歷史㗎，但係所謂介紹嘅歷史展覽有幾多？同埋點樣做呢？而且今日建築物開放嘅面積不足2成嘅時候，又可以點樣彰顯個歷史呢？有方同學冇講過㗎。跟住有方同學又話啦，今日改變個用途就叫做活化到。其實國際憲章活化原則等等都證明咗，今日要改變用途都要彰顯到個歷史建築嘅原來價值㗎嘛，同埋佢格調同埋氣氛，就算先算做到活化。而家我哋改變用途，改動埋佢裏面嘅建築同埋設計特色，仲算唔算係真正嘅活化呢？再者今日方圖話我哋睇唔清資料，話今日呢個評審準則冇商業元素，我就講俾大家聽。經營方面係睇嗰個非牟利機構可以帶嚟幾多嘅經濟裨益，財政方面就係睇佢可以將來帶佢嘅將來開支係幾多，其他因素係睇埋佢嘅經費來源喺邊度。最離譜嘅就係連文物保護方面，竟然係睇佢嘅翻新成本要幾多。我想問方同學，點解呢啲唔係一啲嘅經濟因素呢？其實今日我方同學一樣，都希望要保留呢一啲嘅建築，俾下一代去感受呢一啲嘅歷史。但係今日個伙伴計劃做咗啲乜嘢呢？美荷樓建成咗青年旅舍，有方同學話俾啲人入去住啦，就代表啲人就會有感受到呢一啲嘅歷史價值。但係睇翻份計劃，原來佢話留5至6間房，話保留啲鐵閘同埋部分舊傢俬。但係呢啲嘅舊傢俬係啲乜嘢？原來就係1張床頭同埋1個衣架。有方同學。同埋仲要將裡面嘅間打通晒嘅時候，若然大家入到去，又係唔係真正感受到美荷樓嘅歷史氣氛同埋擠迫嘅居住環境呢？今日方台又話大澳警署會係表現翻佢原生嘅歷史文化。我哋睇到原來佢係會變成一個擁有環海美景同埋漁村風味嘅精品酒店，希望變成擁有自然生態價值嘅旅遊景點。咁樣佢又同大澳嘅警署歷史文化有咩關係呢？今日方圓書室就話會改建成旅遊及教育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介紹當地嘅漁業歷史嘅佢嘅發展，仲有漁民親身示範點樣醃鹹魚啊，點樣織漁網，仲係俾啲遊客上魚艇去體驗下捕魚同埋養魚嘅過程。問題又出現啦。方圓書室係馬灣早期嘅唯一小學，唔通當時嘅學生就喺美勞堂織漁網，喺操場度曬鹹魚，然之後喺家政堂再蒸鹹魚食咩？好明顯就係今日小學同漁業嘅發展根本就扯唔上關係。今日我哋要真正活化，就係要完整咁保留呢一棟嘅歷史建築，將佢最原本、最真實、最特別嘅一面俾大家參觀嘛。但係今日個計劃竟然就有一個嘅自負盈虧，俾咗呢一啲嘅機構經濟誘因，去到呢一啲嘅歷史建築作出大幅嘅改動，以維持經營。呢個又係咪今日大家心目中嘅活化呢？多謝各位。反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55秒，冇過時，唔需要扣分。而家由正方主辯總結，請到台前預備。試咪。
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你哋好。嗱，其實聽完成場嘅辯論比賽咧，聽完友方講咗咁多嘢咧，我就可以分析到友方同學其實有幾個好大嘅錯處。嗱，第一，今日友方同學曲解辯題。嗱，今日嘅辯題係活化歷史建築。嗱，友方同學今日咧全場辯論入面同我哋提出咗好多嘅例子㗎，例如話凱旋門啦、復活島啦、頤和園等等。但係大家諗深一層，到底呢一啲嘅歷史建築有冇活化到呢？嗱，今日友方同學其實提倡嘅係乜嘢呢？係完全唔活化，完整咁樣將整個歷史建築保留喺度。友方同學就認為係最好啦。但係到底係唔係呢？今日點解我哋要推行活化呢？原來我哋發現嘅係，其實而家呢一啲嘅歷史建築就係存在喺度㗎啦。我哋見到當我哋唔喐佢，唔去活化佢嘅時候，佢而家做緊乜嘢？就係處於一個荒廢嘅狀態。今日我哋點解要去做活化呢？就係希望能夠提升到佢嘅社會價值，同時又能夠保留到佢哋嘅歷史價值。嗱，友方今日咧完全係曲解咗辯題，完全將辯題入面活化呢一個目的去忽略咗，認為咧只要保留就能夠令到辯題去反對辯題，今日係唔合理㗎。嗱，第二，友方同學咧又自相矛盾啦。嗱，今日冇錯，我哋嘅共同點咧係希望能夠保留歷史嘅價值，但係唔係今日咧我哋的而且確有呢個共同點啦，係希望保留歷史價值。但係今日友方同學咧就同我哋咧將活化同埋保育歷史價值，將呢個中間咧變成變成背道而馳嘅一個關係，但係事實上係唔係呢？我方見到今日絕對唔係。我哋喺做活化嘅同時，同樣能夠保存到佢嘅歷史價值㗎。嗱，友方其實頭先議副出嚟都有同我哋講㗎。嗱，如果要行活化咧，要點樣啦？就係唔可以矛盾咯。嗱，今日我方就係喺呢啲嘅建議書入面揀出一個冇矛盾嘅方案。咩為之冇矛盾啦？就係能夠繼續保存到佢嘅歷史價值啦，又能夠增加到佢嘅社會價值，同時財務可行性上面都能夠符合到呢3個條件嘅，我哋就去選擇呢一個嘅方案啦。嗱，友方提到斯洛文尼亞嘅嗰個例子，監獄變做旅館。嗱，今日友方同學其實咧呢個例子咧都係一個活化嘅例子嚟㗎。點解斯洛文尼亞做得到，香港唔能夠做得到呢？友方認為將佢轉咗做旅館之後，依然能夠保存到佢監獄嘅特色。嗱，今日我哋嚟睇下香港嘅活化方案係點樣啦。就攞舊大澳警署呢個做例子啊。嗱，舊大澳警署咧活化咗之後，就會成為大澳嘅文物精品酒店。但係佢做過啲乜嘢嚟呢？佢喺入面咧繼續會推廣大澳嘅文化，佢嘅歷史，而且仲會保存同埋恢復佢嘅建築特性同埋結構，而且仲會去推廣佢嘅表達到佢以前嘅殖民地色彩。今日友方同學其實我哋見到喺呢啲嘅計劃入面，6個都能夠同樣彰顯到佢哋嘅歷史價值。點解友方同學認為斯洛文尼亞做得到，而香港做唔到？友方冇論證過。嗱，另外今日友方係咪認為活化就等於要將整棟建築全部改呢？今日友方同學就係因為打咗呢個等於嘅符號，所以認為活化會令到歷史價值失去。但係其實我哋睇一睇，到底我哋呢個活化方案嘅評審準則係點樣呢？嗱，根據呢個委員會嘅評審嘅範疇咧，佢哋有5個㗎，分別係彰顯歷史價值、文物嘅保育、社會企業嘅營運、財務可行性同埋其他，例如佢哋嘅宗旨啊、佢哋嘅服務等等。而其實呢5個範疇佔嘅分數係一樣，都係20%㗎。嗱，今日友方同學咧就話我哋原來咧喺審核嘅時候就忽略咗歷史價值。今日友方同學嘅論證到底喺邊度？既然而家有實例，呢個無論係大澳警署，無論係雷生村，無論定係荔枝角嘅醫院，我哋都見到佢喺活化嘅同時，能夠保存到佢原有嘅歷史價值，又能夠增加到佢嘅社會價值。友方今日點解仍然要反對辯題呢？嗱，第三，今日友方同學歪曲事實。嗱，今日友方同學話咧，我哋考慮佢財務嘅可行性就等於商業主導，但係今日我哋考慮可行性其實係一個合理嘅考慮㗎。友方同學難道認為如果一個計劃佢嘅財務係唔可行，仍然要繼續俾佢推行咩？今日友方同學係唔係認為我哋考慮準則入面應該冇咗財務可行性呢一點，先至叫做可以保留到佢嘅歷史價值呢？好明顯係唔係㗎。我哋今日財務可行性係絕對一個合理嘅考慮，並唔係要令到歷史活化變得商業主導。故此今日嘅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04秒，冇過時，唔需要扣分。今日第3組嘅賽事經已結束，多謝加密柏語中學同5旬節聖潔會永江書院嘅參賽同學，請到台下就座。